佘詩曼早前喺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奪得最佳女主角，呢個係佢第4次榮登視後嘅寶座，被封為港劇女王。而繼新聞女王2當晚亦成為大贏家。佘詩曼繼上屆之後再次封后，成績驕人，全城矚目。佢嘅事業再創高峰，但係愛情方面似乎繼續交白卷喎。現年50歲嘅佢已經單身多年。直到而家都未遇到佢嘅真命天子。近日佢接受佢嘅好姊妹梁靜琪 Toby 嘅節目訪問，罕有咁傾到生兒育女嘅問題。佘詩曼話：如果而家遇到理想對象，會唔會考慮生小朋友？佢即刻瞪大隻眼話：而家佢覺得而家嘅可能性已經好低啦。阿佘詳細解釋咗自己嘅顧慮，首先係體力問題。佢覺得有仔應該要趁亂生，認為自己而家已經過咗50歲啦，冇咁嘅精力去應付。其次，佢覺得要兼顧事業同埋家庭係好難嘅，又要將時間分配俾老公、小朋友，同時又要保留自己嘅私人時間同埋去追求自己嘅事業，佢就嘆啦。我成日都覺得事業女性要同時兼顧家庭，佢覺得係一件好難嘅事，我認為我就應付唔到啦，更加直言自己冇兼顧嘅能力，只能夠專注完成一件事。不過佘詩曼其實亦都嚮往家庭嘅溫暖。Toby 喺節目嗰度話，佢曾經係好羨慕阿佘有咁好嘅事業發展，但係阿佘就同佢講，其實我都好羨慕你㗎。有美滿嘅婚姻同埋家庭，阿佘就話睇到 Toby 返屋企嘅時候，佢啲仔女會撲出嚟攬住佢，媽咪媽咪，我好掛住你啊！嗰啲幸福嘅甜蜜嘅感覺係冇得比嘅。但係阿佘又話自己係想像唔到每日6點幾就要煮早餐俾個仔，送個仔返學，所以咧佢覺得佢係做唔到呢樣嘢嘅。佢話如果翻返去20年前咧，佢或者會選擇結婚生仔，但係佢而家嘅心態已經轉變。佢見到身邊嗰啲姊妹為咗家庭付出，仲辛苦過去拍戲，所以咧佢對婚姻係冇憧憬嘅。而家嘅佢寧願做個自由自在嘅單身貴族，對緣分唔強求。單身嘅佘詩曼原來早已經規劃咗身後事，近年經歷過屋企人病同埋佢嘅契爸許紹雄離世之後，令到佢更加覺得生命無常。身家估計起碼2億嘅佢，唔希望辛苦揾嚟嘅積蓄付諸流水，因此佢已經係立好遺囑，計劃將大部分財產留俾佢生命中3位嘅摯愛阿爸同埋2個阿哥。全球矚目嘅韓國女團 BLACKPINK 世界巡迴演唱會，一連3場喺香港啟德主場館舉行尾場。演出場面震撼，被瘋狂洗版。BLACKPINK 今次嘅演唱會吸引咗唔少圈中人去朝聖，潮人之一嘅61歲張曼玉今次亦有到場。雖然張曼玉戴住帽口罩低調現身，但依然俾附近嘅觀眾認出，成為台下嘅另類焦點。喺25號舉行嘅第2場，成員 Rosé 每場必備嘅食嘢環節繼續成為全場焦點。4位成員喺第2場先跳唱 Kill This Love 打頭陣，經過一輪勁歌熱舞之後，Rosé 不僅讚香港 fans 世一，又以純正嘅發音話：我好掛住你哋啊！隔離嘅 Lisa 就爆出一句：你點啊？跟住 Jisoo 帶晒廣東話：我愛你 ，Today 好幸福。Rosé 喺頭場率先以街頭小食雞蛋仔打頭陣，佢驚喜咁攞住雞蛋仔即場試味，Q 到爆嘅食相令全場瘋狂高呼。去到第2場 ，Rosé 手持經典嘅黑白奶茶杯，豪邁大嘆濃郁嘅港式奶茶，再次擺出超好味嘅表情。今次 BLACKPINK 巡迴香港站成為網上熱話，雖然唔少人大呻睇 show 企位嘅艱苦經歷，但亦都大讚話值得。喺網上有唔少人分享 VIP 前排企位，猶如企咗入個大窿入邊。如果你想睇清楚個偶像，睇 show 之前你要去買對10厘米高嘅增高鞋墊啊！
務求令自己企得更高、更有優勢，唔使俾其他人擋住睇唔清。雖然可以睇清楚女神啊，但好多人就話演唱會都未開始啊，嗰對鞋啊已經係好夾腳啊，企到腳都痹埋。現場亦發現唔少人留低咗增高鞋墊，同時因為企位係冇入場 number，為咗取得最佳嘅位置，好多 fans 晨早就攞住個篋或者個袋喺場外飛奔入場，場面似足動物大遷徙咁。有網友爆料，第一場入場嘅時候就差啲發生人踩人嘅意外，有人為咗慳住宿費，甚至喺場外通宵瞓咗一晚。現年45歲黃宗澤 Bosco 近年工作多到停唔到，榮升出爐視帝之後，今年又成為咗當紅嘅炸子雞。最近更入主時裝界，去深圳出席2025時尚之夜。黃宗澤事業得意，感情就未見着落喎，不時被目睹同女伴出雙入對，異性緣好旺。黃宗澤孝順阿媽，私底下亦都係一名居家男人。近日有人目擊佢親自落街市買餸，一抽二掕，一啲視帝架子都冇啊！孭住一袋二袋，又攞住銀包，右手又揸住幾袋餸，戴上口罩同埋 cap 帽，一個人喺街市度行來行去。買完餸之後，黃宗澤將戰利品擺上車，見到有網友拍低佢買餸樣，佢都淨係望咗望，私生活好低調。網民爆料指黃宗澤喺沙田街市凍肉鋪買餸，又有人指估唔到黃宗澤咁住家男人。另外有人讚香港明星好貼地，通常香港市民係唔會去打攪佢哋嘅。黃宗澤多年嚟未結婚，至今仍係圈中筍盤。佢出世之前，父母已經離異，由細同阿媽相依為命。阿媽為咗揾錢養家，一日打2份工，朝早做文員，晚黑就做收貨，每晚做到深夜11、2點先放工。所以黃宗澤細個就識得自己照顧自己。阿媽返大陸工作嘅時候，擺低100蚊。等黃宗澤自己搞掂，黃宗澤亦不時要喺親戚屋企。成年之後，黃宗澤拍過唔少拖。佢透露阿媽好鍾意趕走佢女朋友，佢笑笑口話，所以而家仲好啊，唔結婚激死佢。直至今年接受香港電台第一節目《舊日嘅足跡》主持車淑梅訪問嘅時候，佢不分立場，未有改變。訪問中佢坦言，從未對婚姻抱過有幻想，就算遇到心儀對象，亦都會向對方表明立場。我死之後，成副身家都可以留俾你，但係我唔會同你結婚。王祖藍近日接受查小欣嘅訪問，喺紅茶館入邊，佢回應咗好多問題。查小欣問王祖藍當年係咪感受到 TVB 嘅山頭文化？佢話冇就你嘅，邊間公司都有山頭文化㗎啦。你幾千人，總之多過2個人就一定會分黨派。咁當問到點樣處理呢啲情況嘅時候，王祖藍就轉移視線，分享喺北京面對山頭文化嘅經驗。我喺北京嗰陣，我選擇唔處理，因為我應該揾當地人幫我處理。藝人點會識得處理呢啲嘢呢？所以我 partner 就幫我搞掂晒內地娛樂圈所有嘅人物關係，幾個平台之間嘅利益關係點樣去平衡？你要揾人去負責，你要做管理嘅時候，一個要攻，一個要守，有個主席，有個總理，總統都有外交啦，又要有內政，大家分工係好明細㗎。查小欣又繼續問啦，佢喺 TVB 做高層嘅時候，邊度會有咁多人手可以分工啊？王祖藍就話：我嘅強項我自己知，內務管理我知，但係我唔會係最精細，因為我唔係行政出身。但係相信我項目組織能力係最高，咁所以我識得組織咯。但係應該有人要幫我去處理呢啲山頭文化，但係當時喺 TVB 冇，所以就好難咯。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上，鐘嘉欣原本係時候大熱，佢更接受王祖藍嘅邀請，特登喺加拿大飛返香港出席頒獎典禮，似乎志在必得，點知最後由林夏薇跑出。
網民個個都認為係大熱倒灶，更加話鐘嘉欣先至係真正嘅民選視后。有指祖藍因為呢件事覺得唔好意思，所以離開咗 TVB。王祖藍就話冇喎，首先管理層內部討論係高度機密，但係當初邀請佢係因為鐘嘉欣係佢好朋友，所以佢好俾面。當然，佢當年喺《星空下的仁醫》嘅反應非常之好，外界呼聲亦都相當之高。但係你話最終大家點樣決定投票乜都好，呢樣嘢係由公司決定嘅。咁查小欣就話，即係你話你離開 TVB 唔係淨係單單一件事啦。我唔做呢個位，我只可以話我唔係離開，我而家都有翻去幫手嘅。只不過我覺得處理人事都係一種才能，我自問就冇呢個能力啦，所以我留翻俾啲高人去解決。訪問當中，王祖藍亦都分享近年喺國內嘅生意。佢透露時代變化好快啊，表演藝術大受打擊，自己專注經營文化產業。佢透露喺國內簽咗過百個藝人，坦言係容易捧過香港嘅藝人。成個香港影視圈呢段期間，日日嘅新聞都係講緊戲院執幾多，又唔係開好多部戲，電視劇又唔係開好多，你啲作品萎縮晒，人哋好難簽你。有啲藝人想成名呢，就要放眼整個華人世界，除咗國內嘅觀眾之外，亦都包括海外嘅華人。馬來西亞市場，佢亦都提到有一定知名度嘅港星，亦都未必願意放低身段。佢喺香港已經有翻咁上下知名度，所以佢就放唔低。但係你翻到國內，你只不過係一個新人，所以呢件事好難。或者佢喺港劇好紅，但係港劇嘅市場就係得咁細。如果你想喺其他嘅地方繼續拓展市場，你就要好謙卑，好似新人咁周圍跑。你要知道你嘅價唔一定可以去到咁高，有好多嘢你好難同佢解釋。如果佢過唔到呢關嘅時候，佢本身自己就已經建立咗一啲嘢嘅時候咧，就好難去轉型。但係如果你係好新嘅新人，咁內地而家其實有好多，我簽內地大概有100個到啊，喺100個人入邊揀10個出嚟。而家內地已經有好專業嘅戲劇訓練、偶像訓練、流行曲訓練，香港新人喺呢度就好難行。例如好似新生代歌手，譬如曾比特、炎明熹之前北上參加綜藝節目，都有好大嘅迴響。但係可惜未能延續聲勢，可能香港嘅娛樂圈運作冇，可能香港嘅娛樂圈唔係好明白內地嗰套。呢一排好紅，但係就冇人繼續幫你經營，就會淡啦。查小欣繼續問啦，以上心得係咪你自己嘅經驗所得？王祖藍就表示呢個係曾志偉，即係佢師傅嘅經驗。佢同我講，上到去第一件事就係首先要謙虛。唔好再話香港人上台覺得呢啲嘢唔好笑啊！我哋香港已經做過啦，你一定要問佢國內嘅市場應該係要點做。咁所以咧，成功嘅秘訣就係謙卑再謙卑。此外，王祖藍亦發展飲食生意，推出臘腸、月餅、醬料、曲奇餅等等。自己話自己唔夠靚仔，焗住要搞多啲飯數。佢又自知花無百日紅啊！所以咧，做生意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但係佢亦都話自己會學做生意咧，就交咗唔少學費。佢又話自己疫情期間定居國內，費事打遊擊，不過之後決定回港定居。佢解釋因為2個女喺上面識唔到朋友，疫情嗰段時間呢度有疫情，我哋2個本來要去第2個省，成日走來走去，小朋友識唔到朋友，佢好似慢慢對朋友冇咗期望，覺得費事咁熟啦，熟咗一陣又要走噶啦。佢哋未必識得語言上咁樣表達啊，但係我係感覺到咯。返嚟香港第1年都唔係識到好多朋友，因為佢係插班生，但係第2年就好啲，會話爹哋爹哋，我今日識到5個朋友啊！我見佢慢慢有朋友，覺得越嚟越開心，所以我哋就決定留返喺香港啦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。請訂閱、點讚、分享我嘅頻道，多謝支持，拜拜。